小高子，公看啥？今天给家拉看看骨干了，家拉忙不听着。妹妹，这里啥来哭的？老来噻，今天给能住巴萨。俺的来啥着你呗你？来他啥着你的？哪家对的呗你？交对的呗？能住那了他妈休息要的。屯主，到这路是个玩意。哎呀，能住到这路是要嘛的？说是到这说是苦的就的，巴士的去。对嘞，的去。不给床家进都给，我不给找的，对的。说是到这说是苦就是这度，哦呀，就。俺前把干这度，床家不给就的，床家干里的没啥老个的。呀，这个，伢搞这事情没？第开没不？第开没不？这个起码这个三个开没能找不进的，我们一旦搞不第四的开他就赢。我们说见了，你个预备吃了的说，能住那可能用我买的了。查过，都是十不给调啥了，能全部的给。光不确定么说见了，吃了的说看看过去个人了，也没人吃了的说打到南山，他就个去打了。也没人吃了的说打到南山，他就个去打了，他就个去打了。打到南山，他就个去打了。很节气，小路大进气，能住修吧，各是去军营。这把那边看过吧，想不想？阿婆，股票里的电图，这把里的修过，你把小票配的小铺里面，这马都没错。说吧，能住3年电厂的，马铺的厂子，这把车，小不错吧说，哪没错？各班长这边，电厂赚钱。来啥那刚赚1万米。等你们哪儿去那最好的朋友，你不是多，那今天那个一把扒皮臭皮鸡下去汤尿嘛，哪儿去那等你们最好的朋友，基本了，要不然天上最鸟，他们家谈吧，俺哪儿当鸟。我。阿佳喂，伯母，阿佳呀，可点的。见了看哪送来了？那玩意你结婚的你几岁的？光不没送见了，他都能这边今年挺主要的了，结婚见了有马的了。真的，蒙山掐了嘛你的？马的见了，结婚见了就打加回去的牙长用的了，结婚见了有马的。但不是多急。修见了。伯母，呀，看见送出了面吧？那把就晓得的，不会，皮皮的呀，看这是带我的呗。